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分享的忍耐系列的信息，题目是神常借着环境雕刻我们，切割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传道书7章8节。Patnagai sakapitu Jepang sakafalu tusil bahakano semagi ika kano satapangan ku nika ngaai kusaitai ku faluco atam sawi ika kano mala taangai ku nika ngaai。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忍耐是人面对逆境时所展现出来的自制力。希腊文的忍耐不是指着咬紧牙根苦苦撑过，而是一种蛮有自制力的表现，能立刻反击而不反击，不轻易发怒，不冲动，里面平静安稳。面对不容易的状况，仍然能向主忠心到底，能够安静等候，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做出对的反应，说出对的话。如果人里面的心骄傲，就会忘记仰望主耶稣，而到自己的天然本性做反应，说出不合神心意的话语，使主耶稣的名得不着荣耀。所以存心忍耐的人，扎根在主耶稣里，因着安静等候神而平静安稳，所以面对突发状况有定力。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20 Jepang 59 tusir kasasiur ko falucuat namo ano masina nut ko falucuat namo amiti itakuanai utaci icer kamu atanutek saan ko sua nu tapang akawas fang calai akawas nu Israel ikaw lira mau si kamu amilulu tunini asuar。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人能从不耐烦、焦躁的情况中得救，是在乎把心转向神，定睛在神身上。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着耐力是在乎安安静静的信靠神。神常借着环境要雕刻我们，切割我们。面对困难时，信靠神，仰望神，可以反败为胜。提醒自己，第一个，每一个困难都可能是机会，用找机会的眼光来看待困难。第二个，困难往往是需求，填满需求就是成功。第三个，祷告主，求主赐智慧帮助我们面对困难。第四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看看冲浪的人，一个大浪头打过来，如果是划水新手，会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想快点跑回岸边。浪头一定是追着他，越过他，然后把他打上岸，跌得满口满脸都是沙子。老手呢，看见浪头像山那么高，他信心十足的迎上去，好像在说，我等你好久了。当他迎上去，任凭浪这样翻腾，但他站得很稳，很自由的划在水上。你面对困难时，也可以迎上去说，我等你好久了。也可以站得很稳的划水，没有受伤。
美国曾经有一个参议员是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段时期，他为了一件国家事受了不少冤屈，报纸天天出现他的名字，批评他的人很多。牧师为这事放在心上，在想办法替他伸冤。牧师问他：你怎么可以忍耐的闷声不响呢？他说：牧师，我认为在政界中，就算是恶意批评都是有用的。我们不计较人家批评的对不对，更要紧的是别人肯提你的名字，注意你的工作。要是大家不理睬你，默默无闻，那才是悲惨不过的事。所以这次的困难与危机也是我的好机会。现在大家都注意我的时机，就是我该提一些更重要的提案的时候了。那参议员把困难当作是好机会，更积极工作，好像游到浪头的高峰，情绪一点也没有被打下来。有一个年轻的太太的丈夫不幸因为车祸丧生，她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女，决定不让这个苦难的浪头打垮自己。她对自己说：你现在有机会到外面去，为自己创立一份事业了。她去学打字，学簿记，没有多久就成为一间大公司的打字员。由于工作勤劳认真负责，不久就升为总经理的私人秘书。但好景不长，他发觉自己的手指隐隐发痛，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那是一种叫皮硬化的病，要割掉手指。他实在是晴天霹雳，没办法接受的事实。后来他左右手都失掉了3只手指。牧师去医院探望他，看见一张白色的脸躺在白色的大枕头中在微笑。他2只手用白纱布包着，平稳安静的把手放在胸前。牧师说：平安，你好吗？平安，牧师，谢谢你。这姐妹很勇敢的回答。2人谈了一会儿，牧师就为她祷告。祷告完毕以后，姐妹说：牧师，我在想，现在我不能打字了，那我可以做什么好呢？她马上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但我知道，一道门关了，另一道门会开启。道别的时候，她还安慰牧师：别担心，牧师，我要是学不会用大拇指打字，就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2个月后，他来找牧师说，真的一点也没有错，一道门关了，另一道门会开启。他很兴奋地说，当我回去上班的时候，公司正要找一位成本核计员，总经理在人事部的资料中选中了我。他问我愿不愿意试试看。我告诉他，我非试不可了，因为我不能再打字了。他向我保证这份新工作更有前途，薪水也比秘书更高。今天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成本核计员。他的座右铭是：困难不是指步牌，而是指路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话。神借着我们的环境雕刻我们，切割我们。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存心忍耐的胜过心里骄傲的。在困难中，神啊，你是我们的帮助。困难中必看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